风台已经走，不过这台东的丰乐工业区昨暗煞熊熊淹水，有20多间工厂拢受灾。经过调查，才知影是附近的大排咧施工，把这水门封起来。水利署唔知影，才搁放水，所以才会造成即届淹水的事件。这间饮料食品成都厂区10月透早头家开门，发现涂骹拢是土水，员工上班只好先暂停出货，无用摒扫，不少饮料食品拢浸水。头家讲损失不少。也是看到这些损害。淹水的所在是伫台东市丰乐工业区，附近差不多还有20外间工厂也受灾。透过监视器画面，17暗时就落到大水淹入工业区的画面。有业者讲，迄时阵大水急过紧，根本袂好防备。后来追查，原来是台东县政府伫附近的下口路大排施工，排水口塌起来，结果17下晡，农水署台东管理处伫水头放水，施工厂商维护速度。奇怪，当然台风天不淹，现在在淹水这样。我们有把相关的水导到侧沟去，那由于上游的灌溉水无预警的有大量的水下来，所以才导致了溢流出了道路侧沟，而造成这次的淹水事件。好佳在后来紧急关水门，淹水的灾情才得到控制，暗过造成工业区工厂损失。官府讲会要求施工厂商来负责，也要求厂商加强甲农水署台东管理处协调放水的时间，避免佫发生淹水的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